花市台语主播擂台赛选出14个选手，明仔载下晡要来拼输赢。除了有网络的直播，嘛结合着布袋戏要来做成节目。讲起来，每一个人学台语的过程拢无同，有的人是阿公阿嬷教的，有的人是看布袋戏学的。即摆就请乡亲做伙来看布袋戏。 无论是较早造型较简单、较细身的掌中戏，还是外形较水、较大身，结合现代科技的布袋戏，互人入迷剧情对白，拢是用台语。相信有一个观众朋友跟我同款，自细汉就爱看布袋戏，同时伫看布袋戏的过程中学台语，即马就带所有乡亲进入布袋戏的世界。 现代布袋戏因为有科技加灯光效果的加持，唔但好少年人更较爱看。伫推广台语效果方面，可能比学校更较有效。真侪少年人就是介意阮叔叔的配音，伊嘛是拢看布袋戏，安尼大汉。为爸爸的时代，有甲因爸爸做伙看安尼，到即马，伊即马嘛想要就是介意布袋戏，所以想要学台语，想要学台语就会使就来配音，所以有真侪少年人开始就是了解台语这个文化。 阁有因为阮的剧情啊，就是较少年，所以会感觉足趣味的。布袋戏除了伫台湾真唱，伫日本嘛真受欢迎。这出台日合作的布袋戏，伫日本就引起轰动。火星メコがお前の居場所を突き止めたらしくってよ。こと通りは良き国よな。 我们的徐元璇老师，伊来台湾，就是要参加迄个漫博博览会签名会。伊活动了后，就是感觉足无聊的，就问台北敢有啥物展览？迄当时拄好，阮就有一个华山底下有一个大展啊，所以伊就去看，看了就足介意的，所以要一套回去看。 因为介意，双方就开始合作。当然，想要吸引少年人来看布袋戏，嘛唔是遐简单。唔那戏样啊爱创新，故事的剧情嘛爱下功夫，爱下少年人的开口。现代布袋戏样啊，应该是完全的进化，加传统布袋戏样比较起来，加上真济科技元素，以市中支持者的人数甚至会超过人。 闹愈来愈多少年人来看布袋戏学台语，那呢台语的传承，对加正多元、加正精彩。